我不过是一间小客栈的老板，同这位雷家的小兄弟要去雪月城办些事，卷入此事纯属意外。那个小憨货与我不过是萍水相逢、点头之交罢了。北离六皇子萧楚河，却是出人意料的有情有义，是个值得结交的朋友。原本我以为你就是萧楚河。好圣人，齿闻过，逞辩己，炫聪明，立威严，自强臂。此六者，封赏之弊也。我看好的人是永安王萧楚河，而不是雪落山庄的萧瑟。我从不信什么天道，只信自己。在萧某看来，再大的谋算也大不过银子。高手不高手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活下去。以前总是你们挡在我面前，这一次也换我护你们一次。我也想早点做英雄啊，如果不会死的话。现在想起，父王将我贬出天启，也是存了保护我的意思。要回天启了。